场日记的粉丝福利问卷来了，我们针对杀不了妻和开不了机这对孪生剧出了一套题，请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里，点赞最高的正确答案将获得我们送出的大礼包1份。考试开始。杀不了亲片头的一句歌词是：尾款还没收到，物资还没有到，我想要接广告，尾款还要白嫖。触不到的恋人里，女秘书在被子里为什么要穿盔甲呀？因为要给游戏植入广告，因为道具组没准备睡衣，因为甲方要求一字不改，因为男主有特殊癖好。呢個實在係太反轉啦！是演員陳胖胖在以下哪部劇裡的台詞？大宗師唐馬、七殺手、無間使徒、幻日奇海傳。母親洗衣液的最後一版裡，兒子進屋時手裡拿着的是一個竹籠子、一台留聲機、一盒錄像帶、一個足球。無間使徒的大結局裡沒有植入廣告的商品是福門領鮮果平台、海帶吸塵器、桂花牌醬香酒、紫花補水面膜。大宗師唐馬裡，唐馬用來治壞牌匾的是哪一隻腳的鞋子？左腳、右腳。